比起一啲邏輯或者方式嘅話，可以更加着重感受到嗰種真實嘅遊歷同埋過程咯，揾到自己一種經驗嘅感覺。Hello， 我係 Farah， 呢度有我2幅作品 A Slice of UTC 加0同埋加1，主要係嚟自於我上年去北歐嗰邊遊歷嘅過程，將呢一啲內在嘅感知同埋感受咧，轉化做扭曲咗嘅一啲形象啊、符號，以比較抽象嘅方式去呈現。畫炭筆嘅時候咧，冇任何預先嘅構想，用一種身體繪畫嘅嗰種直接性同埋本身能量嘅嗰種直覺咧，去呈現翻一啲內在嘅感知同埋觸覺。啲顏色咧，其實好多都係我一啲直觀嘅印象。後面呢一幅咧，其實佢係嚟自於北歐嘅冰島，比較多冰霜嘅一啲景觀啦。咁所以當中一啲好寒冷嘅觸覺，可能都會留低一啲印象俾我。希望你哋睇嘅時候都可以感受到入面遊歷或者經驗咯。